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白色恐怖音乐工作坊，今日邀请政治受难者第二代，用音乐甲歌声唱出因甲爸爸妈妈的故事。 甲查某囝做伙唱歌，作家是如喜用音乐甲家己的故事，讲出伊身为政治受难者第二代的感想。他就把我叫到升旗台上去，然后就当众宣布说，这个人他叫施佩君，他念几年级班啊？他就是江洋大盗某某某的女儿。 伊报讲出来，某某某就是美丽岛事件的施明德。从细汉，施明德的查某囝这个身份，互伊有几60年的时间活伫别人的批评甲家己的忧郁内底。 另外一个政治受难者第二代詹建元唱的是因爸爸詹君芳细汉时学的歌。詹君芳伫1950年代捌加入共产党，互政府通缉逃亡。不过詹建元一直到读研究所了后，才知影这件代志。当我考上研究所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套资本论在家里看。就我把到我旁边看，我在这么认真啊，在看些什么东西，就发现我在看资本论，他就笑了一下，他说这个书啊，他几十年前就看过了。 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音乐工作坊，用歌声讲出政治受难者的故事，加白色恐怖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影响。唱歌其实就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其实因迄个前辈因迄阵去用关的时阵，嘛是真侪嘛是咧唱歌，用唱歌来表达心情。这个音乐工作坊已经连续办4档，今年12月伫金美人权园区也有一场，互民众会当用音乐认捌台湾历史。记者林世豪、曾派文台北报道。